台港留客学习展是台港地区上有规模的本土教育以及环境教育展，今年办理第4届。这回以中华台港客庄港以及村落历史现场进行空间模式设计加小论文的研究。总共有11间学校的班级社团共同参展。我们的作品呢是由我们石家弄镇附近的聚落，那么我们就建造出附近的许多寮庄的地理位置，还有相对位置，补充一些像是附近的比较知名的地点，像是历史博物馆，还有港湾志洪池。和顺国中有一门走读台江的弹性课程学习活动。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带1年级的同学，就是认识家乡。我们发明的无人机可以去扫描，垃圾啊、瓶子啊，然后我们就会拿回来做各种的环保。和顺国中是以社区排水线进行历史空间再造设计，安南国中以及安庆国小展现战后性的阅读磐石，是农教育成果。土城高中、昆山科技大学是结合杂沙店地加古厝，发表青年倡议，还有幼儿园展示亲属性手画的社区地图。台港分校以书法再现台港16寮庄头诗。不管是咱见证人8当，还是讲小台港20周年，教育还是文化这条路是不断有做中学，学中做。其实就是透过做中学，学中做，变作是咱的日常文化。就是讲咱伫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关心咱的环境。对小朋友到阿公阿嬷，透过无同的艺术形式，展现探究学习成果，认捌家己的家乡，进一步提出建议，是真好的公民教育。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